依照五底寮庆和宫11月2號的監視器，清楚看到盧信道向中段元帥請示，要請神轉去引導時，竟然搬出一個徛杯，當場人攏硬去。3天後，伊回到廟內拜拜，回想起來，就是感覺相當神奇。我看到立碑嚇一跳，然後就一直問阿伯說：“阿伯，這是什麼？為什麼他站起來？”當然，傳統習俗，民眾拿去宮廟搬到罕見的徛杯，都認為是神威顯赫。特別的是，今年除了五底寮慶和宮，包括西側大眾廟、嘉里朱龍廟、英昌宮這3間超過100年交杯宮廟，嘛分別在今年2月8以及9月24攏傳出徛杯。5號上午3廟共同組織來分享這擺徛杯好格調，加滿滿神威庇佑。當天我拄仔離遐坐，我就看到徛杯，我就叫問叮當，伊嘛講伊啊，伊毋捌拄着安尼，所以伊嘛講伊。伫228紀念日講哦，有信眾倒來還願啦吼，伊跋杯時吼，拄仔跋到徛杯啦，足神奇，所以阮迄個 Facebook 吼，原來有甲錄起來安尼啦。農曆8月愛放冰，8月初3。要放冰的時陣，拔出徛杯，這是一個足好的格調。3間宮廟為着出巡社境加交杯境的兄弟情誼，不只是人間信道的合作，對今年的徛杯信者，嘛被認為是神明之間用杯結緣的顯化。這3間廟100年來會使講非常的團結。那因為咱大眾廟第年底閣要辦入會安坐的代誌啦吼，所以這3間廟在今年陸續有徛杯現象，代表一件代誌，代表是咱神會顯好，希望這3間廟更加團結，會當互咱這3間廟的主神呢，會當來保庇咱整個合作，咱整個台灣。過去對將來毋出現徛杯慶和宮，佮同時甲其他兄弟廟攏出現這款的靈客，迄款幾率真正是難得一見。共今年攏發生這個徛杯，尤其阮慶和宮哦，這個角度甲看吼，這都真正不可思議的，真正，這就是神蹟啦。這嘛講哦，阮慶和宮哦，眾神要發揮啦。3宮廟今年攏出現徛杯好格調，嘛互眾人讚嘆，感受神者當中的神者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。